遗嘱的奥德里戈，我大约是那里。路开始弯弯弯弯的时，我知影地要到阿妈里倒去啊。车公好家往我们什么哪里做白色，这人会为山卡就被我家来。我20岁，伫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部，穿红色衬白色花草的学生衫裤，顶头戴学生卡棒。这是我一个人来遗嘱旅行的第4天，伫修圣节温泉住1暝，又加新马温泉2暝。当我穿关体差点爬阿妈里山，颠颠踏踏的山，原始的树林，甲青青的溪谷。我哪欣赏这个秋天的天地，不过心肝头有一个期待，哪互我着急要赶路。无偌久，大粒的雨水开始拍伫我的身躯，我赶紧沿走的爬就行过弯弯的田路，路尾来到倒个北北头的一间白屋，总算会得过心啊。上时我煞踩伫门骹头讲起。因为我的期待已经完全实现啊，走像第二的一家人，准备伫遐休困。奥多里戈看到我徛伫遐，随家伊一个查甫党兵临囥伫伊边啊。我等下应一声，就坐落去。行路互我走到袂呼喘气，搁行一条，想要说一声努力，话煞低调伫脑后讲袂出来。我甲奥多里戈cùng我坐沙壁上，车公为枪内底摕出一支塔巴克。奥多里戈甲我三搭坐个查某头前的分科嘛，选我来我遮，我犹原点点。奥多里戈扮皮有17岁款，伊绑一个我未认一个碰穿搁奇怪古早头章型，迄头章碰打伤合气，类似民间小说话的查某囡仔红仔。这互伊迄个大短第2面敢若诚细，不过甲伊的鼻目喙相甲诚水款。奥多里戈旁边的有一个40通岁的查某人，2个少年查某囡仔，也有一个25、26岁穿蓝大乌甲温泉是都是板凳的查甫人。